颁发迄个成年礼的礼物，所以等下若迄个家属成年礼会当坐到头前。兄弟姊妹，请坐。阿公阿妈节，咱感谢长辈陪伴咱的家庭甲教会，真做咱信仰的调酒。咱只是用这首《我甲我的家》来回应上帝甲咱的长辈。我甲我的家，好在耶和华。我甲我的主，好在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予伊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管下地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万米流。无论啥环境，阮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在耶和华。我甲我的主，好在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予伊敬拜，阿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管下地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万米流。无论啥环境，阮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在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管下地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束万米流。无论啥环境，阮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
服在耶和华。服在耶和华的过程中，咱感谢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山中的白灵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白校花春天很美丽，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好奇，好得像花的果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领受变欢喜，主欢喜的歌声，我们亲属伊名永无山。山中的白灵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白校花春天很美丽，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事真好奇，好得像花的果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领受变欢喜，主欢喜的歌声，我们亲属伊名永无山。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领受变欢喜，主欢喜的歌声，我们亲属伊名永无山，我们亲属伊名永无山。请起立。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咱三甲齐声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万物。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流毕业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犹原起来，同心来祈祷。全能至圣的上帝，阮确信你嘛是听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伫即个圣的主日，阮即群你所喜爱的儿女来到圣殿朝见你，安静阮的心，
来甲助力3000斤。伫阮过去的日子，无论是故意也是无意中，若是有伤害人，也是得罪人，求助你赦免阮。天父，阮知，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现在所面对的境遇。阮知主你有教业的恩典，互阮有信心，会当继续向前行。无论得时也是不得时，阮要为着阮所得到的安慰、鼓励，甲及时的帮赞来向主你学乐。或是健康，或是病痛，互阮会当搁较认捌主。你的慈爱，你的看顾，绝对无离开阮，直到成就你对阮所应允的祝福。阮感谢你，主啊！阮也要为着阮每一个人的家庭，甲阮的教会、社会、国家、全世界，甲你所创造的一切来祈求。阮知你所有的安排甲应允，拢有你的时甲你的期。不过，定定有人会假熬来操作，制造济济的人事物来走前去，甚至环境、气候甲大自然来受迫害。就亲像年长的时大人所讲：“人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求主你教示阮，更加恳求主你，互阮会当受教。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我。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1篇，就是诗篇127篇甲128篇。启应文31篇，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听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恁会当食双手拍拼所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才能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恁。愿恁会看到行行顺顺。请咱来强守上帝话命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利未记19章32节。利未记19章32节，我来读2遍。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恁着徛起来，也着敬畏老人的面，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你着起来徛，也着尊敬老人的面，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是伫个诗篇92篇14节。咱周报的上落尾也嘛有印。咱有缘用台语来做伙念2遍。
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会食满满食青翠。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会食满满食青翠。今仔日，圣歌队甲妇女团契联合诗班，要为咱来赞美，带咱做伙来学乐的诗歌是一位真中落魄的歌。赞美线牧师要为咱传讲的信息是阿公阿妈节，但敬听中者。生活对所吟的诗，我是主的奴仆，我是主的奴仆。请问，还佫有啥物人是主的奴仆？逐个人拢是主的奴仆。
会记得这是咱信仰的宣告。我是主的奴仆，奴仆伫主人的面前，无为虾米通计较。你是主的奴仆，伫一世人，你的真要紧的任务，就是你的性命伫咧服侍主上帝。所以你甲我咱边边拢是咧服侍咱性命的主，伊是咱整个生存的对象。那安尼，我是奴仆，你嘛是奴仆，咱边边拢咧做奴仆。奴仆会当歹奴仆无？奴仆会当歹奴仆无？奴仆会当管辖另外奴仆无？无，边边做奴仆，所以请你毋通伤过头管我嘛无资格管你。圣经无互咱有人管人的权力，圣经敢若互咱一个命令，就是恁着安怎？彼此相听，彼此相听，彼此相帮补。人绝对无可能老爸管囝管甲死，执政的人管其他受通知的人，但变做奴才。人甲人完全拢是平等存在的奴仆。伫这个信仰的内面，牛甲足水，人甲人无年龄的限制，无性别的限制，人甲人伫上帝面前拢是互相相帮补。相照顾，所以我的责任来到伫你的面前，我来保护你，我来疼惜你，我来辅助你。你当时有需要，我徛伫你的身边。这是翁仔某的关系，这是爸囝母囝的关系，这是朋友的关系，这是教会兄弟姊妹的关系。因为今仔日我真欢喜，伫我也未出国以前，1991我出去。1994我出去，迄个时我会记台湾也无阿公阿嬷节。我转来了后，我看到台湾的竟然伫咱的腊日的顶面有阿公阿嬷节，我心内足欢喜。阿公阿嬷节，因为今仔日咱的纪念阿公阿嬷。人类一个真可怕，我即摆咧看人类一个真可怕的现象是，特别伫东方的文化，伫咱的家族的历史，爸母饲囝，爸母为囝付出所有一切。古早一对翁仔某会当生8个，会当生10个，会当生12个，佮甲规个拢饲甲好势。即摆2个人要生一个真困难。佮甲所有的家族规个拢关落去。即摆问题是，现代的社会，我看5、6个囝要饲一个老爸，饲一个老母，哪敢若拢饲无啥会起，无能力，定拢甲爸母讲：爸母啊，我贷款真重，我无法度通好逐个月摕1000块，互你做所费。爸母啊！我贷款真重，我还阁为着我的囝读册补习，然后毋知你遐有钱，通有阁强击我无？爸母啊，我要买厝，我要买车，毋知你遐会当讲10万无够，100万无够，因为一个爸母饲3个囝、4个囝大汉，伊就爱阁甲囝买车。若甲一个人斗出钱，3个4个拢都爱斗出，对毋对？甲一个斗贷款、斗付钱，我3、4个囝，逐个人拢爱有，若无就阁起冤家，为着干那倒位无好势，伊就会当起判讲，你对我无公平，我袂愿甲你友好。人若咧不孝的时，拢会当找到任何的理由。我看这个社会结构伫咧变化。即摆的社会有一句话真流行，叫做“火死娘”，毋知恁有听过这句话无？
黑天鹅、灰犀牛。当你若去到非洲，你若去到一个野外，迄个犀牛真大片，伊的动作真慢，伊不当时就是慢吞吞、慢吞吞，啊一片遐大片，若甲你踩踮伫路中央，若敢若拢袂安怎。但是真可怕是，伊等若拔起来时，我饲过牛，我知影牛拔起来什么意思。若叫震动起来时，周边的物件拢会好了了。灰犀牛哪敢若是无啥存在，哪敢若是无啥物危险，但是当时若震动起来时，迄是一个真大灾难的开始。因为你有看到即马世界的经济咧，屡屡直直咧降落来。甚至即马伫咧有测，你有可能直直降到有时你要摕钱去寄银行，银行讲拜托咧，你若将来要寄我遮换，你爱利息互我，因为我咧保管你的钱。即马社会已经进步到遮，你知影迄个背后有真侪变局存在。迄个真侪人伫遮看袂到迄个变局可能要发生，迄个叫做灰犀牛。真侪人伫即个时也阁感觉真平凡，真平凡，但是遐有稳重真侪要爆发的不幸的事件。今仔日是阿公阿嬷节，我咧讲即项物。当一个人伊真辛苦，甲伊的囝拢饲大汉，真辛苦为着伊的囝斗买车、斗买厝、斗落贷款，一个搁过一个直直付。然后孙直直到阮即个年龄，敢若直直当安尼期待讲话，紧哦，紧哦，紧甲我生一个孙，互我来做阿公哦。我若看到有一寡要到70个人，抑搁咧无孙无孙通抱，我会当知影因心真急，因为我的年岁直直衰烂，查某囝太无爱紧一个孙互我抱。OK， 即马孙出来，搁斗饲孙。后来才发觉，这些拢大汉了，囝无转来看是大人，孙嘛无转来看阿公阿嬷。阿公阿嬷真侪，偌侪阿公阿嬷伫庄骹，偌侪阿公阿嬷到即句身体直直咧衰烂，家己一个大。当仔直直咧盼望囝，毋知恁好无？孙啊，当时要转来看阿公阿嬷。但是，哪敢若怎直直消失，真侪时阵的等待，拢哪敢若无发生。阿公阿嬷节伫咧提醒咱一项，着纪念迄个早前辛苦付出伫家庭、培养你的性命、保护你的性命的人，即摆已经衰老啦。因过去咧保护即个家庭，保护每一个，毋若保护囝、保护查某囝，佮保护孙，即摆已经无法度保护因家己啦。囝伫倒，孙也伫倒。列位真欢喜，台湾有即个阿公阿嬷节，是安怎定一个日子，特别都爱定。你若到处看人讲，伫遮不要乱丢纸屑，请问迄个所在？不要乱丢纸屑，到处拢咧打，迄个是有人咧丢纸屑，还无人咧丢纸屑？就是因为到处拢人咧丢纸屑。不要随地吐痰，你就知影到处拢人咧吐痰。特别爱定即个日子，讲叫咱都爱来孝念、纪念阿公阿嬷，是看见即个社会人伫咧忽略阿公阿嬷的存在。咱所读的圣经，咱搁一摆来读，只要无共款的版本，咱用台语来读，面顶用华语来读下骹，好无？预备来，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你着徛起来，着爱尊敬老人，搁爱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来，咱来读下面来。你们要敬重老人，在白发的人面前恭敬侍立。你们要敬畏我，
我是上主。由于圣经白真白，而且甲咱讲，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你就要徛起来。哇！即马逐个人拢就是白啊，拢去甲捏乌去啊。不过遮咧讲着，我有看到过去迄个传统，我感觉真好。少年家若看到长辈一个入来，伊就爱紧对伊的椅仔爬起来，阿伯阿姆请坐，四珍宝高职讲请你请坐，然后家己伫长辈面前毋敢坐咧。请问即马70岁以上的人，伫长辈面前你敢随便翘骹吗？细汉的时有无？毋敢。但是即马，不管什么人入来，伊也阁继续翘骹，也阁继续踮咧咧耍伊的手机啊，视而不见。连长辈安怎咧甲讲话，伊连甲你嘻嗨一个都无。时代变迁，对生命爱尊重，少年人咱爱保护，咱爱尊重。即马弯倒转来说，少年人袂晓来尊重，迄个生伊、饲伊、教伊、培养伊，为着伊牺牲付出一切。但是少年人袂晓讲，伫长辈面前，咱的应该爱有的态度。就是长辈有当时啊讲话较刺擦，有当时啊长辈对咱有一寡误解，会记得做基督徒的，你爱学会晓吞过来咧，润，爱学会晓吞个润落去，毋通随便甲长辈因为迄个是足不好。我望咱做基督徒的，爱真正来敬畏你的生你饲你的人。我定定甲我的孙仔3岁外讲，有讲阿公是恁爸的老爸，你敢知？有讲我是足大的哦，我是恁爸爸的爸爸哦。我对3岁外我都爱甲讲。伊即马开始咧大汉，有当时啊，佫踮仔咧耍伊的游戏，耍到我入来，伊佫拢袂举头，我咧甲叫伊也袂甲喊伊嗨一下。我即马处理即点，即个若无教，细树啊细丛的时若无雕，到大丛你有法当雕无？无法度啦，变做一个习性，变做正常，甲无应该当作正常。是大人，这是你的责任，是你忽略，你毋通讲到你老的时，踮咧责备你的囝不老。圣经拢伫遮摕去用。认为基督徒每一个人咧倒转来伫你的原始点，你对你的是大人有关心啊无？无用，毋是借口。无用地教忽略，无用地教无关心，迄个是迄是一种的罪。所以人咧讲罪，毋是咧讲你犯着啥，该做无去做，该关心的无关心，父母所要求的无做，阿公阿嬷要求的搁较无做，一通电话会使无？阿公阿嬷你好无？我定定个，我今年开始，我无搁伫张师大教。我伫遐直直咧交代遐个囡仔，你要做你的阿公阿嬷心目中上友好、上阿公阿嬷感觉真大心的孙，足简单。逐礼拜甲阿公阿嬷拍一通电话去塞奶一个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安尼你所有你所有这孙仔辈中间，你已经是阿公阿嬷内面上大心的迄一个。我安尼讲对毋对？阿公阿嬷，恁拢点头，因为我家己嘛是阿公阿嬷，毋是啦，阿公啦无阿嬷。足简单，因为是大人疼囝疼孙，拢毋敢伤过头期待。
无钱你咧贷款真重，啥人无重？老爸老母咧饲囝，敢毋是足重？爸母拢喙管夹咧直直行过，拢无喊一声。阿公阿嬷有重无？真重。所以你若无花侪钱，你嘛包一个，逐个月包一个500块会使哦。爸母啊，这互你食红。爸母啊，我都无法度通包真多，或者300、200，你都知影我艰苦。敢若看到迄个红包，阿公阿嬷就足爽，老爸老母就足爽啊。会记得伫即个一生教的内面，真要紧，伫咧教人爱去尊敬你的士大人，迄是源头。汉文化有迄个饮水思源，但是我发觉汉文化到今仔日，拢几乎直大量破碎去。一先到搁伫即个遮咧讲着，毋若敢若怀念老爸，着爱搁怀念阿公阿嬷。所以台湾即个节有下伫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安尼也无够。圣经咧教咱着爱敬畏什么人？耶和华，因为伊是一切的源头。立为阿公阿嬷，立为老爸老母，着教你的囝，教你的孙，搁倒转来牵调上帝。伊若会晓敬畏上帝，伊会疼惜你。伊连圣经拢伫咧讲即套道理。你的囝若有一个足灾情，然后离开上帝，已经离开教会；你的孙若有一个足灾情，拢无伫咧甲你拍电话，嘛无伫咧礼拜。我甲你讲，遐已经有一个火死娘伫遐，遐已经有一个火死娘伫遐，足无用，足无用。无用甲翁某无法度通好斗阵食饭，足无用，无用甲家庭无法度通有亲睦，足无用，无用甲无法度甲老爸老母请安，转来甲老爸老母食饭，足无用，无用甲阿公阿嬷即马咧创啥拢毋知，阿公阿嬷已经死伫遐2工啊，也无人知影，足无用。我甲你讲，即款的子孙搁较安怎财情带搁较好，我甲你讲。毋通欢喜你的囝伫台中7期买厝，买那好价的厝，那侪钱的厝，你若无法度入去住，因为对外口到内面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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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入去的时，你都爱看你的身份证，然后你都爱搁听候人来甲你带。你入去了后，到75岁、82岁了后，你煞入去毋敢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密码拢袂记的。你啥物物件袂记的？你入去，你若住伫遐，你怎锁伫遐？讲阿兄因某讲叫做锁咧，怎拢无法度出来。所以永福教会人也无法度去找你，你也无法度出来找你的朋友。阿兄因某锁咧，你着乖乖锁伫内面，就敢若一个外劳陪你。栽培真请赢的囝甲孙，到尾啊人生迄个收束。因为即个才有一个真水的收束。我望你若友好你的士大人，友好你的阿公阿嬷，因食若老，拜托伊要住的所在离教会爱拿近。毋知我安尼讲，你要讲阿免无？你咧买厝，的确爱甲教会距离算在内，特别你年纪若大。你爱拿算甲教会距离，请甲牧师的话刻伫你的心内，做你祈祷的一部分。我还阁认为，我伫台湾内面，伫即个关系着人的性命、的主持的各种的问题，伫台湾上帝对我是真特别的恩赐的一个，敬爱你的长辈，特别是关心你的阿公阿嬷。这个是信仰真要紧，真要紧。实践信仰对遮来开始，要有效，生的时一粒豆，看样安怎？消败低头。现代社会一个真大的问题叫做隔代教养。
牧师娘换幼亭30几年啦。即马伫幼稚园的中间，几乎都1/3的人是单亲。听着即句话，敢若伫幼亭都差不多1/3的囡仔是单亲。请问即个1/3，若是幼亭，就1/3，到国校、国中，即个1/3的比例会较悬啊，较低？较悬，因为有的人结婚7、8年就咧闹离婚，有的人结婚到20年闹离婚。敢有迄60岁以上，搁咧闹离婚的有无？我甲你讲，即摆日本吼，上惊是迄个7、80个人咧离婚。日本啊，过去迄个日本婆仔拢爱听老公的话，讲老公歹来歹去吼。啊，即摆退休了后，迄个银行婆仔拢伫某迄边遐。啊，翁退休了后，煞全拢踮厝内。日本有一句话讲，阮兜迄个老狗亲像啥？你敢知？阮兜迄只老狗就亲像落雨了的树叶啊，落雨了的树叶啊，搭伫涂骹安怎？要扫袂行，要甲雨扫袂出去。阮兜迄只老狗，亲像阮兜的啥？粪扫人。粪扫人办公时视而不见，拢无需要伊。迄是偶尔真正都请一个比赛，创一个啥，要等的时，要等的时需要，但办公时拢无需要。办公时你若等这个遐，拢很碍眼，很碍眼。啊，所以真侪日本婆仔到尾啊，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规工等这个才甲我倒调调，规工等这甲我念来念去，我要跟你离婚！啊，离婚大部人钱拢伫某遐较济，当要安怎？所以日本的大部人即马真大的恐慌。日本的所发生的代志，10年后、15年后换台湾。OK， 隔代教养的问题，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咱要安怎样防止这项事？真侪时阵，隔代教养，阿公阿嬷不得不，迄是一个足无奈的重担。但是，今日都已经婚姻家庭出代志啊！这个囝无当饲，囝还阁拍拼，阿公阿嬷都爱来担，来担甲真辛苦。因为老爸老母咧教都教无啥会行，阿公阿嬷阁无一定讲的话，孙阁无要听，但要安怎？又是一块丢不掉的肉，怎么办？我想这是社会，认为即马爱重视的是咱现代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阿公阿嬷已经好不容易饲伊的囝、饲伊的孙，不管哪知嘛，直直大汉啦。唔通袂记，当你哪有气力的时，你的天空哪来哪快的时，唔通袂记，是你的阿公阿嬷开始咧衰老的时。差不多10年前吧，我有一摆他妈咧穿鞋啊，我穿袂着，好他妈舞到久啊，干那要穿鞋啊，我都穿袂着，因为我腰闪着。啊，当你舞一步腰鞋啊穿袂落去的时，拄啊保罗对房间出来，伊点点啊行来甲因爸穿鞋啊，我感谢。阮囝有看到因爸连鞋仔都袂晓穿。当我知影伫咧服侍我的士大人的时，跪咧踮遐伫咧暗时服侍伊买旗，我到咧落屎落尿，我跪踮遐咧洗伊的屎尿的裤衫裤的时，我知影我的囝伫边仔有看到我一块影。因为我毋知影你有带你的囝倒转来阿公阿嬷的面前无？因为这真紧会过，这真紧会过。特别遐若辛苦的家庭，毋通袂记得阿公阿嬷的存在，因用性命陪对家庭过。
咱用什么款伫咧回馈？咱用什么款的态度甲文化伫咧回应咱的时代人？这个是一个问题。阿公阿嬷付出遐尼多，真侪时阵，咱所生的囝，甲阿公阿嬷语言袂通。你即摆想看卖咧，看你家己的囝甲伊的阿公阿嬷会晓讲话啊袂？我看到一个真不好的现象，拢是阿公阿嬷都爱过来学华语甲孙仔讲话。伫温哥华的时候，我有一个家庭，爸仔囝咧冤家冲突的时候，因囝竟然甲因老爸讲：“你连英语都袂晓，你踮遮咧管我咧管啥？”因爸目屎全流落来，遐款款的个转来台湾做医生。原本台湾拢放弃啦，拢交人啦，互因囝骂迄句了后，伊醒起来。因为我一世人为着某为着囝，我伫遐买上好的厝，竟然囝安尼骂讲因老爸连英语都袂晓讲，伊惊一个一年都爱过半年，转来台湾做医生。各位，拄则咱伫咧讲圣歌队咧吟的诗。真侪时阵，当语言若袂通，你知语言背后都有真侪俗语，语言背后都有真侪文化，语言背后都有真侪一系列价值伫遐。当一个语言若断去的时，所有这物件拢无去。迄时阿公阿嬷一世人对祖先伫咧啦，即马孙仔拢袂晓讲台湾话，阿公阿嬷会当教孙的，会当传互孙的，全拢无机会去。即马过来，阿公阿嬷要学华语，华语的成语、华语的这些物件，阿公阿嬷拢袂晓，所以拢会当讲简单的话。所以你知影即个落差偌济无？伊上宝贝对祖先留落来遐个价值，无法度通传承。伊就爱去学新的简单的语言，甲孙仔讲话。遐个物件，互孙仔佫看袂起，讲阮阿公阿嬷无知识、无读册、袂晓这个物件。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的落差。毋知做时大人的，你有带你的囝学阿公阿嬷，因为敬爱阿公阿嬷语言、文化、传统。你无法度，你无一定要照安尼，但是你要有法度通学甲阿公阿嬷，因为迄是阿公阿嬷一世人有的物件。一个做事人，逐项拢会晓，管的产业，逐项拢会晓的长辈。等你向讲换做电脑，伊逐项拢袂晓，然后伊真正拢人生拢无价值啊嘛，就是亲像安尼。伊也佫有真侪价值，但是迄个价值传统无去甲接起来。即个现代咱伫台湾即个社会是产生即个问题。我有看到我的孙仔3岁外，厝内甲阮的讲话拢台湾话。我入去房间要困以前，阿公坐踮遐看伊咧耍，家己一个坐踮遐眠床咧耍。家己伊就当啊弄三角形，当啊跳来跳去，连伊遮伊就角色扮演，都跳遐伊就角色扮演，当啊家己一个当啊耍啊欢喜个。我讲，你耍的时，他会完全拢华语。你甲阿公阿嬷讲的拢台语，然后家己咧耍的时完全拢华语，离开厝内完全拢华语，所以我发觉一项，华语拢免教，华语家己会晓。囡仔若学哪侪语言是哪好啊哪歹？拜托，囡仔捌哪侪语言是哪好？因为每一个语言背后都是一个文化的系统，所以你有责任传承，你有责任，互你带你的囝来甲伊的阿公阿嬷、甲你的爸母连结，迄个连结。来，咱过来读这一段圣经节，咱来读一个好无？用华语来预备来。他必须善于处理自己家里的事，使儿女知道顺从，事事敬重，
一个人不知道处理自己的家，怎能看顾上帝的教会呢？有一寡人伫教会内面对人歹来歹去，有一寡人对牧师的态度也无通真礼貌。但是我甲你讲，有一寡人，伊伫厝内角色嘛无扮演甲真好势，但是出来到外口，真够关东关西。即个才伫咧讲，做基督徒的大先甲咱的厝，小小的世界处理好，然后咱才有法度通到关顾搁较大上帝厝内的人，对厝内开始。那假使伫厝内你甲爸母拢袂通，伫厝内你甲阿公阿嬷拢袂通，伫厝内你拢毋听爸母的话，甲爸母袂晓讲话，甲爸母袂晓讲话，爸母嘛袂晓，甲伊细汉饲大汉，歹胆甲只拼歹大汉的囝嘛袂晓讲话，但这要安怎？出来到外口会当甲别人讲话吗？那假使你家己厝内的阿公阿嬷、老爸老母，你拢无法当拨时间去陪伴，你会当陪教会其他的人吗？所以听对厝内来开始。我看到一个真大的危机是做孙仔辈的真侪时阵，不当时无电话，不当时无陪伴，不当时无关心，到真正调倒转来的时，拢是来参加阿公阿嬷葬式的时。啊！你怀念拢是我细汉的时，阿公阿嬷创啥？我感觉真无彩，真无彩。你有看到一寡家庭的人，转去到厝，逐个人拢当安尼无用手机无？连房间内要讲话嘛，拢用手机，无法度当。啊，这是现代的一个问题，咱要安怎？ OK， 咱才有成年礼。今日咱要颁发几个纪念品，或者个高中毕业的。我是感觉，我嘛要鼓励这个高中毕业生，恁对当开始，恁啊家己有这种的自觉，我已经成人了，我已经成人了。成人的意思是，我毋望，我嘛要祈祷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毋通讲爸母烦恼。 因为我已经大汉了，我要感谢爸母饲我大汉，我已经有法当保护家己啊！阿爸阿母，你毋免烦恼我拢会当处理甲真好。我会当家己照我的时间设计作息一切，毋但爱会晓读册、知识、专业有，我阁会晓顾我的身体运动。因为一切若无好的身躯，规个家庭也真败坏。 所以要安怎对遮甲爸母做一个宣告？我已经大汉啦，我毋但家己我的代志，我会当顾甲真好势，我已经会当独立，家己生活好势。爸爸妈妈，当时你若需要我，你甲我call一个，我伫你身边，因为我知影你嘛老，我若大汉，你就是老啊。所以你当时需要我会伫遐。逐个人开始有即个咱的转捩点，即个成年礼。 然后我要请这个中年的这个爱开始带你的囝儿，转去阿公阿嬷遐，你家己侍奉你的老爸老母，互囝互孙看，因为有一日伊才会晓侍奉你。我安尼讲，你们讲阿免无？你若无带你的囝转去。 服侍你的老爸、你的老母，恁囝毋知影通哦，一伫你老的时，毋知影通哦，安怎样款待你啦？你若无甲伊塞轮椅，恁囝嘛袂甲你塞轮椅啦。你若无甲恁爸母真有耐心饲物件，恁囝嘛袂晓甲你饲啦。我捌看到有人拿饲拿扒，我毋甘啦。 因为甲你饲，你都落一半；甲你饲，你都落一半。你是咧创啥啦？伊毋知影讲迄人食老，所以有一句话讲安怎？食老你都知，听啊食老你都已经经验到的人，拢伤慢啊啦！经验到拢伤慢，
所以拜托，这个事你若有机会，你要去等于你故意加半时间，等去老爸老母遐，年老的老爸老母，你要加半时间，千万无论如何爱甲无用摕掉，千万无论如何爱甲讲，我到底经理我做啥物食无用，迄拢理由，因无啥物比保护性命较要紧，无啥物比三听较要紧。三听是决定你会当入天堂啊，袂当入天堂唯一的号召。迄是我写伫阮王家的梦地，相爱是进入天堂的护照。你的才情、你的出发、你的什么，拢无法度通帮助你入天堂，唯有相爱，彼此相爱。那伫遮带你的囝转去，遮佫有一节圣经，在咱读一下好无？预备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问你真正带你真正家己最麻烦，带你的囝转去阿公阿妈遐，你做互因看。你今仔日你若惊恁老爸老母哦，当下咧食带咧。啊，迄个碗碟啊，拍破了，你怎去摕一个铁碗，互伊食？安尼铁碗都袂弄破嘛吼。后摆我甲你讲，迄个铁碗恁囝会留咧，互你用，因为迄个铁碗诚好用，你安怎讲拢讲袂破。无论老爸老母年老，搁较安怎，你拢随时甲伊讲，爸母啊，不要紧。你真侪做法，真侪美角，你啊即马都爱做，相爱从家里的人开始。若无时间直直过，信耶稣会记得信耶稣，迄是一个新生命的运动，这直直改变整个社会甲文化。咱唔通叫社会影响，唔通直直互你的囝直直补习，甲逐项拢。学校的作业都写袂了，补习班阁互伊一堆的作业，弄甲你的囝无时间运动，身体歹歹，弄甲你的囝无时间甲你讲话，无时间甲阿公阿嬷讲话。No， 这个社会价大家摕掉。读上好的学校，将来无一定有出头。会晓生活，会晓独立，会晓听伊家己，知影伊家己人生要安怎行，阁会晓敬爱长辈，迄个人人生才有未来。我安尼讲对毋对？偌侪人读到偌好的学校，要创啥？即摆台湾哦，摕石头激起，佮落落来，真侪拢大学毕业，硕士博士，迄石头讲着拢是硕士博士，无头路的一堆。我甲你讲，我一世人上课趁上少钱的，就是伫彰师大做老师10多年，1点钟偌侪钱，你敢知？600块。然后资格审查到教育部，1点钟600块。我干那要保持甲这个少年人互动，我要保持对这个少年人讲话，我要保持我有一寡物件要，所以我拢伫遐咧讲圣经。要来做我学生，都要看我的面，100外人踮遐咧等下我甲签。刘伟，即摆真侪少年人生活甲性命的态度，真少人咧教，咱要安怎？基督徒，请你着重视家庭，重视安怎样爸母甲阿公阿嬷，毋通跳过。来，咱即个遮拜托理解了，我即个遮无。昨日咱去爬山，咱来看即个影片好无？当年咱拢有一个成年礼，来庆祝遮个来遐会当操作一下无？伫下骹遐左下角遐有一个 button， 遐个字了。左下角箭头去左下角遐，对，左下角。有迄个字就有影片 ，OK， 下骹遐，对，遐下骹
有啦，嘿对 ，OK。这边的高中毕业生，敢若一个造鱼斗阵去，10几个教会勇将勇士去陪伴。这真正咧爬悬山、落悬山，有一寡行是差不多将近90度。好，谢顿啊。这边去年纪上大的徐美杰伫倒位？徐美杰，来徛起来，我们看者。徐美杰，伊排第一名，差不多70岁，我排第2名60几岁。那连伊甲我有法当爬去，我甲你讲，恁所有的人拢会当过。遮佫有一堆咱教会上勇的登山队的这专家，拢伫咧陪伴阮。迄个真正是拢山尖，这边换迄边，迄边换这边，锁啊这条换迄条，迄条换迄条。但是我甲你讲，现在我手都爱摸咧，因为迄就是悬崖，我都爱摸掉咧。你有看无？迄阮是对遐落来，对面顶遐呢，还是行中哦，从中间线落来。我甲你讲，毋免惊你的囝，对少年的时爱去操。咱的囝拢伤过保护，你若互你的囝伤过保护，将来出去到社会，竞争耐力，逐项拢不足。你若宝贝的囝若放出去，请问你若头脑出代志，心脏出代志，你要交互倒一个医生？拄啊，对医院出来摕到执照，无啥敢开刀的医生，无有经验的医生，还是你要摕互，你要交互范全山医师，逐项拢有老练的，你要交互倒一个？有老练的还是无老练的？你当然你要开脑，你嘛直直去找讲看，倒一个是心脏科的医生开上侪刀，头脑开上侪，冒上侪险的。迄个有当时啊，肺钻出来时，别人拢无法度，一个医生去，你就得着。你知影要干那一步啫？伊要偌济冒险，偌济惊吓伫内面，但是伊行过啊。飞轮机你拄着飞轮机的时，你后迄菜鸟啊拢无经验的，还是迄上老练的，经过什么款的风台，伊拢安尼去飞过。你的囝是倒一个？我若是老板，恁的囝若拢无经验，我袂请伊。无法度通担当的，我袂请伊。你要互你的囝变做什么款的人？你毋通想讲做牧师好做呢？做牧师10个牧师有9个心理有病，然后带着无啥健康的人生的经历，伤痕累累伫咧牧会。恁爱迄款的牧师吗？真正你有法度拄着一个凡事谢恩的牧师，你要感谢。人生拄着足多苦伊啊，阁会当感谢上帝，感谢恁逐个人做我的陪伴。我甲你讲，你的囝毋通伤过保护，爱放伊出去。逐个人出去讲爱保护徐美杰啦，结果最后拢伫咧保护遐永泰勇士，拢咧保护惠聪老师啦。到尾段拢咧保护王进财牧师啦。徐美杰我直常，咱是受托要来保护徐美杰，伊他拢无看，他拢无，人伊拢行伫前端。你为人生真来放出咧草，有当年拢伫山顶，搁伫咧举行圣餐。咱教会即几年建立足多水的传统，咱伫遐有一个圣餐，咱对要对人讲，你对遮开始。你要独立啦，毋免互人烦恼。你都要开始，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你要诚做互爸母，因为你得到福气。你要互你的阿公阿嬷，因为你得到福气。你要互你的创造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福气。那咱教会你有看到足多遮个长辈无？遮个长辈即摆伫咱教会生甲逐个人偌快乐偌幸福，你敢知？你有看到咱即摆咧洗礼时，一寡未信者的长辈来洗礼，你有看到无？是年纪大的，
社区已经拜一世人，要过来恁教会洗礼，何等的无简单！因为咱教会即马周间拢互遮的长辈孤单无伴行兄，然后已经无人甲伊讲话，这肌肉已经拢绷紧，骹手已经拢真困难活动。即马竟然一礼拜当伫遮几若讲，逐个人欢喜甲，你有看到逐个人欢喜甲无？你有看到即个遮丈夫才过身无偌久，但是因已经开始拢喜乐满面无，佮互相拢做天使伫咧入去。咱要互遮年老的人，因为伫基督内面拢有新的活命，你的人生才要开始。咱有偌侪人伫遮开始拢伫咧做背叛别人的。即个长辈，你知影咱不当时咱教会，你有感觉咱永和教会足清气无，足整齐无？有无？因咱教会即马逐工拢有足侪活动，然后遮活动的人，毋是来遮咧算账，毋是来遮伫咧消费，遮来遮咧活动的人，拢伫咧斗整理咱的教会。所以因遮年老啊，抑佫拢真有路用。最后，我要来讲遮，准备心10月初6。咱教会礼拜日要来举行结婚60周年，结婚60周年的翁仔某也佫伫咧，2个人也佫伫咧，这有简单啊？无简单？无简单吼！咱10月初6结婚60周年，你就是轮椅，你嘛爱甲拄来，即个遮拢爱刷较开，然后要入来，逐个人爱穿西装。结花，然后我要求家族做一项，对即马开始，厝内若有迄个60周年结婚呢，家族开始整理因的相片，互伊变做一本相片簿。迄日要送互你的老爸老母还是阿公阿嬷，伊一世人真精彩的相片开始甲整理。家族逐个人拢来，迄日咱要庆祝教会结婚60周年的阿公阿嬷。安尼好毋好？咱教会伫咧建立即款的文化，愿上帝神点伫咱。今仔日是阿公阿嬷节，我要祝福每一个人有机会，拢会当做互人敬爱的阿公甲阿嬷。咱三个来祈祷，愿上帝神点伫阮，愿上帝神赐福阮，愿上帝神互阮会当有一粒珍惜感恩的心。知影阮身边有长辈疼阮、吞忍阮、饲阮、支持阮，亲像上帝的疼伫咧陪伴阮，阮真正爱珍惜因也佫伫咧时。若假使阮身边遮个长辈已经无去，阮真讨棒，总是阮有责任过来斗照顾身边其他的人。阮嘛袂当将阮的长辈放互教会去照顾。每一个家庭也有机会，家己接因的长辈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迄是孝道的一部分。我来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咱三甲来念圣诗，圣诗第23首，圣诗第23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当世天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请起立。
是咱来回应上帝的听奉献。起立，唱奉献诗歌。请坐，请牧师报告甲介绍。今仔日咱有一个咱厝边的好朋友吼，伫即个所在，甲咱三甲来敬拜咱的主，奖标吴奖标兄弟 ，OK。阮即个阿彪啊兄应该来几啊摆啊嘛吼。我若敢第一摆嘛，我若敢对你真熟的款 ，OK， 台南新生教会 ，OK， 欢迎，愿上帝赐阮祝福。即句吼，咱要来送互即几个高中毕业生，建华、品轩、卓伟、玉婷、赵瑜，今仔日玉婷若敢若无来吼 ，OK， 来。咱真正，咱要伫上帝面前祝福即几个高中毕业生。你们已经长大了，毋免搁互许大人担心恁，毋免直直互因会记得阿母若饭煮好了，你着家己落来，毋免搁当化甲搁去冤家，食了了爱记倒水碗、倒七桌顶、涂骹爱扫，因为迄是我们的家。每一个人对打开始做大人，就是要到付出，毋是要干那当厝内伫逐所在咧做消费者。凡事谢恩，无论是好代志、歹代志，拢是对你人生的操练。所以为着好来感谢，为着无好，你嘛要流着目屎感谢上帝。看上帝伫遐要互你学着啥 ？OK， 学习你若要成长较紧，学习直直付出，直直付出，因为去关心人、付出。甲人为人做代志，有帮补别人，别人会拿听惜你。
OK， 来，请这几位对头前来，好不？来。正华，来，站起来。吼，阮这育人，咱教会有2个育人吼。琼香姐伊妈妈伫八楼哈。OK， 好来。这个是牧师，咱一本灵修，一本成长神学。毋茫因去大学，真正会晓读圣经，佫会晓做灵修。OK， 好来。品轩，哇，这伫咱教会内面拢有伫咧抒琴的吼。来，品轩。品轩，你即马过来要去倒位？是文化大学。文化大学什么系？全球商务。全球商务。建华嘞？台大那个植物病理与微生物。迄个树若破边吼，这是树医生。嘿，树破边，即马才有一个树医生。迄因爸原来拢爱爬山啊，所以说对细汉就陪。OK， 左位，来，左位。OK。左位即马过来要倒位？淡江大学。淡江什么系？政经学系。政经。政治经济。这个蔡英文讲的呢哈。哇，震惊呢吼！我甲你讲，真正爱捌社会史，真正世间的代志，甲你个人的性命，拢甲世界的政治三甲牵连。OK， 左位，你叫做赵怡嘛哈？ Yeah. 来。伊过去无啥伫教会，来到教会了，就互选做会长。做过团契会长了后，伊的人生应该有真大的成长，快速的变化，对不对？对。伊高中的时，就去咧贸工作咧做啊。高中就家己去咧工生理做头路，所以伊即马都拢伫咧。做农夫去咧趁钱，所以少年人有目标，知影人生要创啥，实在是咱感谢。你即摆过来要倒位？我伫大业大学读观光系。观光系，但是恁兜若有前院后院有花园吼，恁会当来甲伊讲，看会当拍8折无？伊会当负责甲你的花园甲你整理甲真好势。伊是这方面的专家，虽然才高中毕业生，伊家己已经拢咧包工店啦。安尼，咱的青年有袂歹无？咱阁一摆甲因拍鼓啊！咱三甲来祈祷，上帝啊，阮伫你的面前，看到这4位的青年，也阁有玉婷5位，虽然今仔日无来。总是我嘛笑念，我要祝福，愿上帝施阮祝福，互因知影因的生命的源头2个，一个是对父母来生、来饲、来养、来教，因一世人爱感谢父母的恩情，搁较按怎样袂当忤逆父母。第二，因的生命的源头是对上帝，互因真正会当追求一世人的密码。我是啥人？我人生存在的价值伫倒位？我要按怎样才会当活出我生命的价值甲贡献，荣耀上帝利益人，互我的生命活出真光彩。
但愿一世人拢伫咧回答这个问题。愿上帝赐福因，嘛通过因来互因的父母得到安全、荣光，互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祈祷感谢祝福，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过一摆甲因拍拍啊，谢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我的报告就简单吼。咱等下11点半，咱游览车就要去咱教会出身林瑞荣、水荣传道师，今仔日下晡3点伫中立的中原教会要服务。咱要去遐献诗，咱要去遐用咱厝内永福大家庭的就分子甲伊祝福。后礼拜拜六要开小会，请各部会准备报告的事项。我想时间爱有报告较好吼。然后咱教会有足侪训练请你注意遮拜六下晡有一寡伫咧带领一寡新的慕道友伫郑律师的进修昨暝有真好的成果。咱拜六早起时嘛有20几个人伫红桂美传道伊读其他的新人院，然后有一套伊的毕业论文伫咧教人安怎样搁较亲近认捌上帝、认捌圣经，总有20几个效果真好。所以咱教会即摆已经足侪人伫逐所在，拢伫咧做造就，伫咧陪伴咱三体祈祷吼。咱也阁有另外一组是生命成长小组，这是拜二下晡点半开始。我想其他的咱家己看咱有手中团、弦乐团一寡遮，咱拢伫咧招新的遮的团员吼。咱来感谢上帝，咱长辈迄个太古即马太出名，外口的邀约一堆。后礼拜日，咱礼拜煞随时迄个四名线40周年，咱的太古队，即个长辈太古队爱去四名线表演。也阁有其他的团队要过来，咱甲伊讲，毋通甲即个长辈伤操，所以咱开始伫咧辞退一寡邀请，因为咱即个长辈即马生甲太欢喜咧，愿上帝施恩赐福，保守咱的教会，保守你甲你的家拢蒙恩。以上报告对象。咱做伙来念圣诗第486首，圣诗第486首。兄弟姊妹和睦徛起，是何等幸福快乐！兄弟姊妹和睦徛起，是何等幸福快乐！兄弟姊妹和睦徛起，真幸福；兄弟姊妹和睦徛起，真快乐。请起立吟全首。愿圣神伫阮的中间，充满阮的心，开阔阮的灵，互阮会当学习对顶面上帝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间事，然后互阮看物件有深度，互阮看物件有跨度甲宽度。但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假使阮着怎样珍惜阮现在的生活
甲环境，珍惜阮的家庭、婚姻甲家族的宝贝。愿三位一体上帝赐福阮，会晓保守，然后跟去做。照安尼去做，是圣经内面真要紧的一句话。照安尼去做，你的神就要救你啦。但愿三位一体上帝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们。愿主赐福，请坐。谢谢。